Hello，大家好，今天聊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啊，那就是聊一下这个易经。那易经呢，现在被大多数人呢称之为迷信玄学之类的一些啊标签。那其实呢，易经呢在远古时期呢，就是一本预测自然规律、天文气象的一套自然科学。那易呢为规则、规律、变化，经为方法、哲理、哲学啊。可以说呢，《易经》呢应该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起始，也是华夏最早的文字和数字的一个开端。那包括之后的天文学、占星学、环境堪舆等等等等都是从这里延伸而来。那以上只是个人的理解欢迎指正批评。那《易经》呢和加密货币的交易呢有哪些关联性呢？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点赞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首先呢，我们要承认的就是交易市场呢是一个多变的市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交易技术的分析其实都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比如江恩理论。那这可能是金融市场的很多分析会用的一套交易体系，这是一套融入了自然科学、数学为一体的交易系统。据说早期的江恩呢发现了这一条规律之后呢，便开始预测美国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那最后呢，江恩呢便开始运用这套理论去进行一个交易期货。那果然在第二年呢，农产品的期货价格呢和江恩的预测几乎是一致的。后面的话呢就被市场疯狂的推荐认为这一套体系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当然了，任何的交易这个技术理论呢都不一定是100%的准确它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去配套的那么易经呢，到底能不能预测加密货币的趋势呢？那红哥呢在前面讲过，易经呢是一套自然科学，蕴含着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所以呢，对易经呢对于这个交易趋势也能做出一些判断。但是呢，易经针对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小周期可能就需要借助这个交易技术体系去进行一个分析支持，作为一个支持了。那比如很多朋友玩这个期权合约这种小周期的，可能准确率就有限了比如说你玩个10分钟、5分钟的，那这种可能就不行。但是大的周期，比如说一天的话，那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一点。当然了，有做过交易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整个交易市场呢，K 线图呢，其实就如同自然界的山河图，曲曲折折如果呢结合这个哲学思想呢去理解的，可能很容易理解这个交易当中的一些变化规律。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技术理论当中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些技术的一些理论都是从自然当中而来的它并不是说凭空想象出来，而是都是通过自然而衍生而来。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加恩理论，还有这个房均分割法等等，都是从这个自然界来的。通过呢，之所以说呢，易经呢可以对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呢有的一个辅助的作用呢，是因为红哥的身边呢有朋友曾经就用这个易经奇门呢分析了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走势，而且在没有借用任何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当然他们也不会这个交易技术就是通过这一套理论去进行一个分析。当然了，如果你想要成为优秀的交易员呢，掌握牢固的交易技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学一学这些易经的精华，了解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了解这个了解一些哲学层面的一些东西，我认为呢也是有用的任何的一门科学它都是有用的。当然呢，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可能用科学也无法解释，那我们暂且把它称为玄学不是有人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嘛？所以说呢，我们不仅要学习科学，也要去了解一下玄学尊重科学但是呢，玄学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今天分享的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红哥的频道呢，可以点赞关注，同时还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